音菩薩啊，你都俾咗個聖杯我咯，你根本都知道我做緊咩嘢。唉，大伯爺師傅又係，大伯爺七伯爺，知道又唔講，今日先講晒出嚟，尋日先講晒出嚟，唉，我都暈啊！我 miss 咗一個 session，我去唔到濟公嗰度，就等出年嘅濟公誕，我先去揾濟公。關二哥啊，我都唔知道喎，當年09年前啊，應該係之後嗰幾年，我就唔知點解我玩火燒着嗰個前面嘅嗰個香燭土啊，連你手上嗰把關刀都全部燒埋咗，唉！濟公啊，濟公，我 miss 咗你啊！唉，真係要等到聽年嘅濟公誕先可以揾翻你啊！